英鎊喺上個星期急跌之後，今個禮拜由1.33美金低位回升，係咪已經見咗底呢？今日同大家講解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今日係5月22號星期五，我係 Colly。英鎊喺經歷上個星期尾嘅急跌之後，今個星期咧由禮拜一最低試過去到1.33美金水平反彈。除咗係受惠翻美伊談判釋放樂觀信號，令到市場嘅避險情緒消減之外咧，其實英國同海合會都最終達成咗自貿協議。咁呢一點咧，亦都係為英鎊提供咗一個結構性嘅支撐因素。呢個協議預計每年會為英國經濟帶嚟37億英鎊嘅增長，咁同埋咧可以推動翻雙邊嘅貿易增長達到2成嘅。咁同時啦，每年可以免除大概係5.8億英鎊嘅關稅。咁而且長遠嚟睇咧，其實都有望可以推動翻海合會嘅主權基金，加大對英國資產嘅配置，可以增加翻啲資本咧流入翻英國。咁同埋服務業嘅貿易順差咧都可以係有機會擴大啦，咁去改善翻英國嘅經常帳赤字。咁不過咧呢個只係一個遠景，如果短線嚟睇咧，其實市場預計呢個協議嘅即時講緊個經濟嘅效益咧，大概淨係佔 GDP 嘅0.1% 左右嘅。咁所以對英國嚟講咧，經濟影響其實都相對有限嘅。反而重點咧就係呢一個海合會協議可以為英國首相提供咗一個好急需嘅政治窗口，去展示翻咧其實佢政府喺近期地方選舉動盪同埋佢嘅領導受到挑戰底下咧，其實仍然係具備一個執行啦同埋完成協議嘅能力。咁同一時間啦，英國公布嘅4月份通脹值得大家關注嘅。4月份通脹超預期降溫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升幅由之前嘅3.3% 下降到2.8%，咁而核心 CPI 咧都下降到2.5%，大幅低於市場預期。咁一般情況之下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英國通脹低過預期，咁對英鎊嚟講係咪利淡呢？咁因為個加息可能性係因而會減少。咁但係其實相比起進一步加息咧，其實市場而家更加在意嘅就係英國嘅高通脹同埋低增長呢個組合咧，可能會導致英國有滯脹嘅風險。咁所以依家咧有一啲適度嘅通脹回落，反而會被視為令到個滯脹風險有所減輕。咁而英國嘅經濟軟着陸嘅機會咧就會上升。咁呢一點咧對於當地嘅股市啦同埋匯市嚟講咧，反而都相對正面嘅。咁配合埋琴日公布嘅英國5月份 PMI 初值大幅由前值嘅52.6下降到48.5，咁講緊係舊年5月份以嚟第一次陷入收縮區間，而近排公布嘅最新失業率咧亦都係上升到去5%，咁所以見到英國咁多嘅經濟放緩信號底下咧，其實我哋就更加能夠理解市場嘅一個邏輯。咁不過啦，英國嘅 CPI 放緩咧，主要都係相信受惠翻4月份英國實施咗一個能源價格上限，咁但係如果睇翻 PPI 嘅話咧，喺4月份就飆升到7.7%。所以其實都引發咗市場對於嚟緊企業可能會將啲成本咧轉嫁俾消費者嘅擔憂。嚟緊咧中東局勢對於通脹嘅影響咧，始終仍然係一個關鍵因素。咁相信英鎊今個禮拜反彈咧都係以短線技術修復為主。咁喺咁多不確定性底下咧，好難去真係持續走強。嚟緊1.35美金水平咧就會係初步技術阻力。咁而下方1.32美金咧就係個關鍵嘅支撐位，亦都係當前嘅區間底部，大家要留意翻。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